好，弟兄姊妹早晨，我哋今日又可以一齊嚟到去繼續查呢個以西結書啊！我哋今日去到第4章，咁弟兄姊妹咧一齊嚟到去有一個禱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俾我哋今日可以一早又可以嚟到領受你自己聖經裏邊嘅話語，求神你嘅聖靈喺我哋當中去對我哋説話，俾我哋明白，俾我哋生命嘅改變，俾我哋知道神你自己將要喺世界上所作嘅工作，俾我哋有個預備嘅心，俾我哋嚟到去有智慧、有知識，可以逃避嚟緊嘅一切你俾世界嘅審判，亦都可以叫得救嘅人數你都每日增加。我哋感謝你，我哋嘅祈禱係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嘅名 Amen。好，以西結書第4章第1節啊，人子啊，你要拿一塊磚擺在你面前，將一座耶路撒冷城畫在其上。咁人子就係指以西結啦。咁大家記住呢個同新約唔同，新約嘅人子係指耶穌基督啊。呢個稱號都幾特別啊！但係點解神要用呢個稱號真係？我哋都未必可以完全掌握，即係新約我哋可以明白，即係神特別係叫耶穌基督作為人類嘅代表啊。咁我諗呢個有一個一定嘅意思喺裏邊啦。但係當然完全點解要被稱為人子咧？我諗即係聖經冇特別解釋，我諗我哋唔好嚟到去推測太多啦嚇。咁同樣我諗啲人子個意思有少少代表住人所生出嚟嘅仔，一個有人類嘅代表性。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對以西結嚟講，喺嗰個時代當中，神亦都要叫以西結作為一個代表啊。其實先知某程度就係神要使用成為一個群體嘅代表，即係你有個責任去先知要嚟到去作為一個好似守望者啊，一個你可以話一個實 Q 咁嘅啦一個保安人員啊，你遇到你有危險啊，有災難嘅臨到，你有個責任去提醒你身邊嘅群體咁，所以某程度你亦都係一個代表，為嗰個地方去代禱去即係向神嚟到呼求好多呢啲咁嘅意義喺當中啊。咁喺呢度所講嘅人子就係舊約呢個喺以西結嘅年代，就係猶大國將近滅亡嘅時代即係神嘅審判臨到猶大國嘅時代，你就可以即係咁去睇神喺2600年前點樣毀滅呢個猶大國。同樣今日我相信今日神喺世界上面都係做緊審判嘅工作，因為人類整體嚟講係冇悔改仍然喺好多個罪嘅裏邊。咁神亦都做好多呢啲有象徵性嘅嘢，但係呢啲比較講得清楚，即係唔係話啲象徵性嘅嘢一定係好難明、好複雜其實講得好清楚咧，神係將一件事未發生嘅時間咧，神係用一個嘅代表去俾人去睇到咁神要人去明白一個道理咧，神可以用好多個方式神可以用聖經，可以用天使對你説話，或者耶穌基督對我哋説話，或者聖靈對我哋説話，或者俾我哋睇到一個圖畫、一個圖像，俾我哋一個經歷，俾我哋一個感動，有唔同嘅方式。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等於我哋今日我哋可以睇套電影，可以睇本書，可以睇一啲漫畫，睇到卡通片，睇到4D 電影，因為唔同嘅媒介可以達到我哋要表達嘅嘢。一首音樂，一張畫一張抽象畫，一張寫實畫影張相，即係好多唔同嘅方式，即係神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一樣嘅咁呢個即係表達嘅方式。神認為用咩方式好嘅，咁就係呢個神所決定啦。咁呢度神叫以西結嚟到做一個象徵性嘅嘢，就係揾一塊磚。咁呢一塊磚就係代表一座城咧，呢度所講因為一座城都係唔多唔少用磚砌出嚟嘅咁嗰塊磚我唔知塊磚有幾大當時我相信未必好似我哋而家所講嘅磚，可能係一嚿有翻咁上下大嘅一個大石咁我相信磚就一定係磚，唔係一嚿石嘅，都可能係講緊可能係1-2尺長咁，即係唔係好似我哋講咁細嚿嘅磚可能係即係佢都將去
畫咗耶路撒冷城喺當中嚇。點解要咁樣做咧？好明顯就呢個磚嗰個比喻係同耶路撒冷城有關係嘅。咁第二節又圍困這城，造台築壘，安營攻擊，在四圍安設撞錘攻城。咁如果即係撞錘攻城有少少似啫，我哋之前睇嗰啲嘅電影，我自己冇乜都係睇嗰啲片頭嗰啲即係好似佢係呢個咩 Lord of the Ring 嗰套戲咁有啲嘅啲敵人有攻擊個城咁就揾一啲好大型嘅木頭好重嘅咁撞爛嗰個城門咁嘅意思啦。我諗係咁嘅意思啦。即係總之係一啲撞擊嘅物件去撞個城，要破壞個城門，咁城門爛咗就啲士兵去攻入去。咁好明顯呢度睇到就係將耶路撒冷用一嚿磚代表，咁其他咧就係預安排咗一啲嘅攻擊嘅方式嘅攻擊呢嚿磚，攻擊耶路撒冷。咁即係最簡單，大家都明白神嘅意思就係話耶路撒冷會被攻擊咁第三節就係要拿個鐵，哇！呢個咩字點讀有頂讀頂啦，鐵帽咧我都冇仔細咁樣去睇完揾資料我都要揾翻個讀音出嚟。個有頂讀頂啦又要拿個鐵帽放在你和城的中間作為鐵牆，你要對面攻擊這城，使城被困，這樣好在以色列家的預兆。鐵鏊係一嚿咩？我諗一嚿鐵做嘅物件，佢係代表住鐵牆你和城嘅中間呢個就我諗呢個就意思就咁睇表面睇就唔似係保護耶路撒冷呢個地方啦，反而咧成為咗一個圍困耶路撒冷一埲鐵牆，即係喺耶路撒冷嘅人你想走咧就幾困難走唔甩就係一部鐵嘅牆所以呢個就預表住耶路撒冷被外敵攻擊之餘又走唔甩呢個就係神叫以西結同耶路撒冷嘅居民同猶大國嘅人講出呢個耶路撒冷猶大國嘅最終嗰個嘅景象。大家記住咧，喺以西結寫呢段經文嘅時間咧，如果睇翻之前咧呢個猶大國已經被巴比倫攻佔過㗎啦，亦都有部分嘅人係擄走咗去巴比倫嘅地方。之前嘅皇帝都冇擄走埋，而家係呢個嘅巴比倫安排另一個皇帝嚟到管理，即係當時嘅猶大國基本上就成為咗一個巴比倫嘅附庸國㗎啦。其實同亡國都唔係爭得好遠啦，即係冇自由咁嘅管治嘅。但係當然我哋知道後嚟呢個嘅皇帝就反叛巴比倫啦，以至巴比倫係完全毀滅咗猶大國所以呢度我哋睇到應該就係喺猶大國被完全毀滅同埋巴比倫第一次攻擊猶大國擄走當中嘅皇帝同埋一啲嘅人嘅一段嘅時間中間，神就藉住以西結講出呢個嘅耶路撒冷會被完全嘅圍困嘅攻擊嘅一個時間嚟呢個就係所以神就將一個啟示俾以西結要對耶路撒冷對猶大國嘅人講啦。好，第四節，你要向左側臥承當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側臥的日數擔當他們的罪孽，因為我已將他們作孽的年數定為你向左側臥的日數，就是390日。你要這樣擔當以色列家的罪孽。所以弟兄姊妹，你唔好以為做先知咧係一樣位高權重萬人景仰嘅工作好明顯舊約裏邊所講嘅先知咧，冇乜邊個係好彈嘅唔係話住呢個嘅總統套房坐私人噴射機嘅，即係唔係好似今日嗰啲嘅，我唔敢講佢哋係假先知啦不過就似好明顯就係同舊約嘅先知好唔同。舊約嘅先知好似以西結咧，基本上就要瞓街嘅基本上咧係話向左側臥，即係我哋當然有陣時瞓覺，我哋都會攤咧側埋一邊啦。但係你唔會側喺一個位置太耐，你都
會冤啊，啲血液循環唔好，你都要轉下位置係嘛？即係而家都有啲嘅特別有啲嘅認識嘅人，因為可能身體某啲嘅毛病，瞓醫院瞓得耐，你都要喐下佢，如果唔係嗰啲嘅肌肉啊、嗰啲皮膚都會潰爛啊嚇。咁但係神就叫呢個以西結嚟到側臥，但係其實你要諗下佢側臥都幾特別，佢用側臥嚟到代表住呢個以色列家嘅罪孽嚇。咁390日代表390年，咁呢個年數咧，我承認我冇認真去睇翻呢個年數係代表咩咁，但係好大機會呢個係代表住呢個嘅以色列人大家翻去睇翻，即係鼓勵大家自己去揾資料啊！呢個其實唔難揾嘅嚇，你揾翻一啲聖經嗰個年表咧，就有顯示，即係由以西結嗰陣時開始計390年，大概幾時咧？即係你問我，而家係估嘅咋可能係呢個嘅所羅門王嘅日子，或者大衛嘅日子嚇，或者佢哋係離開埃及嘅日子，咁其實都係記得幾個數字嘅啫。即係呢度講以色列人嘅罪，大家唔好以為以色列人犯罪犯得時間少嘅，基本上咧根據聖經嘅準則嚟講，以色列人一離開埃及咧已經係犯緊罪㗎啦，已經係拜偶像，已經係離棄神，已經埋怨神啦嚇。咁所以神就叫呢個嘅以西結用一日代替一年，咁因為冇可能一年代替一年㗎，如果唔即係以西結都冇咁長命咧，或者神冇打算叫佢咁長命住咧嚇。但係如果你講390年你都瞓喺度嘅話，都幾係嘢啦，係嘛？咁就係瞓390日，都超過一年嘅時間，佢要打側瞓。我唔知佢嗰個瞓嘅方式，我相信佢瞓嘅方式一定要有去喐下嘅，去下廁所啊，食下嘢，我諗都會有嘅。咁但係經文就咁寫啦，390日佢就要向側邊咁瞓喺度，代表住呢個嘅以色列家嘅犯罪嘅日子咁你好特別，你睇見神做嘢方式你睇見其實神要耶穌基督為我哋贖罪，都係一個特別嘅要求嚟嘅。呢個因為神作為嗰個審判官，佢亦都同樣係嗰個嘅愛我哋嘅神，創造我哋嘅神。所以其實要咁樣去睇背後嗰個神嗰個嘅本性，你先明白神做嘢方式嘅。咁所以其實神喺呢度亦都用咗個代表揾個先知揾個，即係你可以話佢都係有少少似耶穌基督贖罪，即係佢唔即係呢個未至於贖罪，呢個係一個預表。即係揾以西結嚟到瞓埋一邊390日，代表住呢個嘅擔當以色列家嘅罪孽呢個擔當，即係呢個係咪等於贖罪咧？我覺得就未算係嘅，但係就一個代表性，亦都係一個嘅提醒嘅方式。即係啲人行過問：喂，以西結你做乜瞓喺度啊？因為神叫我嚟到擔當以色列家嘅罪，所以我要喺度瞓390日。呢個就係我諗係神要當時嘅猶大國嘅人睇到呢一樣嘢。第6節，再者你滿了這些日子，還要向右側臥擔當猶大家的罪孽，我給你的規則臥40日，一日頂一年。咁呢度就睇翻呢度咧，就變咗咧。其實咧頭先我所預測嘅講法咧，就係應該係定錯誤啦。其實如果我哋睇翻以色列國呢度指以色列家咧，好明顯咧，因為有時個名咧係有陣時會混淆嘅。因為當所羅門王得罪神之後咧，呢個整個以色列，即係原本係得一個國叫以色列國嘅，就係大衛所建立基本上當然係呢個嘅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已經建立咗以色列國啦。不過就冇個皇帝去管治啫。咁直至係掃羅先係第一個皇帝，因為啲人覺得側邊啲國家有皇帝好似係好似好睇啲喎，或者係好似過癮啲喎或者基本上當然神嘅意思就係你唔想聽神嘅説話，你想要有人去管治，咁你即係離棄神啦，你哋咁你要皇帝，我俾個皇帝你。就掃羅第一個皇帝，咁掃羅當然亦都係唔係好順服神，最尾神係揀選咗大衛啦。掃羅就死咗啦。大衛家就建立咗呢個嘅以色列國。跟住去到呢個佢嘅仔所羅門王都捱唔得幾耐第二代所羅門王，咁已經所羅門王開頭就
順服神嘅、敬拜神嘅，咁後尾因為娶咗太多啲外邦女人做老婆，咁啊起咗好多廟，跟住拜偶像犯罪得罪神，以致神咧就將以色列國分為北國以色列國，咁就係呢度所講分咗裂之後嘅北國以色列家，南國猶大國嚇。咁所以呢個以色列家咧，我相信之前所講以色列家咧，就好明顯係指呢個嘅耶羅波安神所安排嚟到分裂呢個嘅所羅門王當時傳俾佢個仔嘅以色列國嘅。咁所以咧就係指耶羅波安開始嘅以色列國犯罪咗390年啦。咁點解呢個猶大國40日咁少？40日即係代表40年啦。咁我唯有係咁樣睇，就係好明顯我哋睇到咧，呢個北國耶羅波安開始，雖然神用耶羅波安嚟到去將呢個以色列分裂，但係耶羅波安一早就拜金牛、拜偶像啦。咁所以已經得罪咗神啦。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呢個神係呢個人係神所用嘅喎，做好大工作喎，我一定係敬拜神啦，唔一定㗎嚇，好奇。即係有陣時呢樣嘢都幾，你可以用個吊詭嘅方式，即係唔係我哋一般所預即係咁樣睇。所以點解我哋唔好睇人就係更加咁即係睇，就算嗰個人係神曾經使用到好大，唔代表呢個人係 O K 嘅。所以我哋唔好睇人，唔好以為呢個人一定 O K 嘅。呢個人都俾神去大大使用，唔代表佢 O K。所以我哋喺度一定係仰望神嘅，單單仰望神嘅。呢個人佢琴日 O K 唔代表佢今日 O K 嘅嚇。耶羅波安就係一個咁嘅例子啦。咁一建立咗北國以色列國之後咧，佢就離棄神，走去安排啲人去拜金牛啦。因為佢嘅心驚啲人話，因為聖殿嗰陣時喺耶路撒冷噶嘛，啲人走晒耶路撒冷敬拜耶和華嘅話，咁隨時我國家咪冧，班人可能反對我嘅喎。咁但係如果你班人唔落去耶路撒冷，喺我屋企度附近就拜金牛，咁起碼就唔會俾呢個猶大國嘅人影響啦。咁我諗呢個就係耶羅波安嗰個心裏邊嗰個算盤嚇。咁當然係引致佢犯罪得罪咗神啦，佢信心唔喺神嘅裏邊。O.K. 咁但係猶大國點解40日就即係40年？咁聖經裏邊記載咧，就係以色列國就基本上冇一個皇帝係冇拜偶像嘅嚇。甚至耶羅波安之後嘅耶戶，神用耶戶嚟到咧去毀滅亞哈呢個又係敵對神嘅家族，呢個耶洗別佢嘅老婆係拜巴力嘅一個老婆呢個甚至去到咁嘅巴力嘅祭司咁滯啲級數咁就但係耶戶後尾亦都有拜偶像咁所以基本上以色列國以色列家所有嘅人都拜偶像嘅嚇。咁而以西結書嘅時代咧，以色列家咧就已經被亞述所亡咗噶啦，已經毀滅咗噶啦呢個國家嚇，已經剩翻南國猶大國出現啦。咁猶大國裏邊咧都有一啲敬拜神嘅皇帝嘅。咁其實我40日我覺得少過40年。如果根據聖經所描述，基本上佢係可能有一半嘅皇帝咧係按住神嘅旨意去做嘅。咁但係其實都有唔少皇帝都係得罪神，都係拜偶像嘅。咁但係呢個神所講40日，即係神係冇即係計嘅時間，我諗都係從寬處理嘅啦。即係佢哋可能有心去敬畏下神一段時間，神都當佢哋係喺呢度嚟講嚇。呢度我即係當然聖經所講40日就40日啦嚇。咁就假設咗猶大國得罪神嘅時間，佢哋犯罪嘅年數係40年咁嘅意思啦。O.K. 咁就係神就叫以西結做咗呢樣嘢向左390日，向右40日，就係代表住以色列家嘅罪同埋呢個猶大家嘅罪啦。好，第7節，你要露出膀臂，要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説預言攻擊這城。咁所以呢度我哋對喺新約裏邊比較難理解嘅。佢作為一個先知，神係叫以西結攻擊呢座城，咁佢講預言攻擊座城咁所以理論上我哋喺新約裏邊咧，我哋個領受就係神叫我哋淨係講祝福嘅説話，唔好講咒詛説話。但係呢度好明顯就係神係審判緊猶大國，所以神審判緊猶大國係以西結係要講預言，去講出呢座城要被神審判，要被神攻擊。我諗個作用喺呢度最重要就係
提醒當時嘅耶路撒冷裏邊嘅人，亦都包括皇帝啊、祭司各方面，叫佢哋悔改。因為始終一個悔改嘅地方咧，係有機會去得到神嘅赦免，亦都或者叫嗰個審判係延遲咗嘅。如果大家記得喺呢個嘅咩約拿書約拿書神叫約拿咧嚟到去到尼尼微城，一個亞述嘅應該係首都咁滯㗎啦一個好主要嘅城市，嚟到宣告神俾尼尼微城嘅人嘅審判。咁當然成件故事大家記得都係呢個嘅約拿就逃避啦，俾條魚吞咗諸如此類，大家我唔講啦。咁但係大家記得個結果就係尼尼微城嘅人聽到約拿嘅宣告，神嘅攻擊審判，尼尼微城由皇帝到乞衣又好，即係所有人都嚟到禁食謙卑，即係將啲灰嚟到披喺頭上邊基本上就係一個好謙卑嘅態度嚟到向神嚟到去尋求赦免悔改諸如此類啦。總之係一個好謙卑認罪求神寬恕嘅態度。結果聖經講得好清楚咧，神就冇毀滅到尼尼微城嘅。當然最尾神都毀滅咗尼尼微城啦，但係有講到呢個即係我印象之中就係神係遲咗起碼2代人嘅，即係講緊係70年至100年之後先毀滅尼尼微城嘅。所以其實神某程度叫先知去講出呢啲預言宣告嘅神嘅審判嘅目的就係希望人會悔改。所以今日我都會嚟到經常會嚟到指出神係要審判緊呢個世界。其實大家都唔使我講，大家睇得到而家個世界現象呢個戰爭呢個經濟嘅問題呢個瘟疫呢個基本上係配合緊神已經喺啟示錄裏邊所講嘅嗰個末世景象咁所以唯一世人要做嘅就係好似尼尼微城嘅人一樣，謙卑悔改嚟到神嘅面前承認我哋嘅罪，嚟到歸回神。咁但係當然我哋今日睇唔到呢個情況啦所以其實你見到個神嘅審判只會越嚟越嚴重咁所以神就叫先知以西結嚟到喺耶路撒冷裏邊講出神嘅審判啦咁第8節，我用繩索捆綁你，使你不能輾轉，直等你滿了困城的日子呢個困城就係幾多下邊會講噶啦，但係原來唔係好似頭先我講一樣原來去廁所食飯都可能有困難㗎，因為神係要用繩綁住以西結我唔知佢點樣，或者以西結叫啲朋友喂，你都揾繩綁住我，因為神係要我打側左邊瞓390日，右邊就瞓40日咁樣咁神點安排咧？第9節，你要取小麥、大麥、豆子、紅豆、小米、粗麥，裝在一個器皿中，用以為自己做餅，要按你側臥的390日吃這餅。咁所以大家都應該知道你當然神可以用神蹟啦，但係某程度我哋都知道呢啲嘅小麥豆紅豆呢啲咁嘅，其實呢啲即係當然呢個係咪我哋今日所知道嗰啲嘅食物？但係我相信相距不遠即係呢啲食物其實可以維持到我哋一個健康嘅生命所以神哋叫呢啲純粹植物嘅食物俾以西結嚟到喺嗰390日裏邊食當然日日都食同一樣嘢，當然係有啲厭㗎啦。咁但係我相信咧係足夠嘅呢個嘅營養俾到佢嘅。咁去洗手間我唔知點安排咁但係呢個就佢有食物足夠食物啦。咁第10節，你所吃的要按份量吃，每日20舍客勒，按時而吃。咁大家審查一下舍客勒係一個容量單位我自己記得但係你問我一個舍客勒等於幾多公升咧，我都唔記得咗所以大家要睇下。咁大家不過我諗20舍客勒係一個足夠人嘅養分需要嘅。咁特別我諗以西結都唔使點捉日日都攤咗喺度啫攤左邊攤390日咁食2餐。咁所以食2餐咧都係
神嘅安排嚟嘅，所以我相信我哋可以食兩餐嘅嚇。即係今日有啲人講食一餐，我睇過啲嘅會健康啲咁，但係呢度神係講食兩餐，當然大部分人都食三餐啦嚇。我相信呢個都有少少嘅指引嘅嚇。當然我哋係即係明白到呢個係神俾以西結嘅一個嘅啟示，一個指引，一個要求。另外就係你喝水係要按制子，每日喝1欣1/6，按時而喝嚇。呢個有一個容量單位，所以大家又要睇下呢個欣係指幾多嘅容量單位嚇。如果大家有興趣睇下，不過我相信呢個純粹係指一個嘅我哋需要嘅一個嘅飲食嘅需要啦。即係神冇叫以西結390日要禁食啊。當然神要咁做，神都可以用嗰個神蹟嚟到去做嘅，但係神係叫以西結按一個正常人嘅方式飲食啊。但係最困難嘅就係第12節啦。你係這餅像吃大麥餅一樣，要用人糞在眾人眼前燒烤。當然呢個我係覺得當然大家見到人嘅糞便就好驚嚇嘅一樣嘢啦。但係我都會諗起，即係佢已經被綁咗，佢點樣燒烤咧？佢咪要揾一個朋友側邊幫佢燒烤咧嚇？呢樣即係我聖經都冇特別提到啦。我諗各樣可能都會有嘅，或者佢綁住手，佢可以用個口嚟到去做整個嘅工作，亦都未嘗不可。但係我相信一個最合適嘅安排啦。但係呢個用人嘅糞便嚟到燒烤，其實大家都可以想像到喺2600年前一定係冇呢個嘅自來水沖廁所嘅一個嘅方式。就如果大家去過呢啲嘅外國，特別係印度呢類嘅地方，大家都知道啲人喺街度大小便。我相信喺當時嘅耶路撒冷、猶大國特別係城市嘅裏邊啦，如果郊外地方咁大，你掘個窿大小便搞掂就可以埋咗去搞掂啦。喺城市裏邊都幾大機會，周圍都有呢個嘅人嘅糞便喺城市裏邊，角落頭周圍牆牆底周圍都會有嘅。所以啲人嘅糞便曬乾咗之後咧，即係有呢個嘅碳水化合物喺裏邊仲有嚇，攞嚟用火燒咧係得嘅，即係牛糞亦都可以咁樣做嘅。當然，但係神叫佢，但係我諗，但係嗰陣時嘅人大部分應該煮嘢食都係用木柴嗰啲啦，即係之前都有講以色列人會去斬柴呢樣嘢啦。所以用人嘅糞便嚟到煮嘢食咧，即係我諗喺唔同嘅年代都會應該覺得係唔係太過健康乾淨即係唔合衞生唔合胃口啦，當然係。但係神就叫即係啲麥餅點樣做法，我相信就係頭先所講啲大麥小麥嗰啲嘅植物咩豆撈埋一紮，可能加啲麵粉加啲水咁整一個餅，叉個餅出嚟，跟住咁燒熟佢咁食得。但係就神要以西結人嘅糞便嚟到燒當然係一個即係某程度，因為呢個係神叫以西結嚟到代替。即係嚟到去象徵住以色列人所犯嘅罪所以一定係唔係一個豪華嘅，唔係叫以西結食呢個嘅米芝蓮唔知幾多星嘅餐一定係有一定嘅受苦嘅程度喺裏邊嘅即係等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唔係呢個都係一個肉體上、靈性上邊好受嘅一個痛苦嘅一個過程，為我哋贖咗罪。同樣神叫以西結做呢樣嘢，都係有咁嘅。一個象徵住佢代替以色列人受即係呢個所犯嘅罪嘅一個嘅代價嘅有個象徵意義喺裏邊，所以大家唔好話我要做先知，即係當然做先知係一件好嘅事，但係你要知道作為神嘅先知要付嘅代價係唔同嘅耶和華說：以色列人在我所趕他們到的各國中，也必這樣吃不潔淨的食物。當然不潔淨的食物係包括咗好多嘅嘢啦，包括咗嗰啲嘅豬嗰啲嘅兔仔嗰啲聖經裏邊所講嘅以色列人、猶太人原本唔應該食嘅嘢啦。但係呢度當然亦都用即係人嘅糞便，當然聖經冇特別寫到但係即係大家嘅理解常理都覺得呢啲係
唔潔淨啦，因為潔淨嘅嘢唔會屙出嚟㗎啦，即係呢個當然個潔淨到耶穌基督個理解又唔同啦。耶穌基督話你飲食唔會令到人唔潔淨，反而就係我哋口所出嘅一啲嘅講大話啊、啲咒詛説話啊、一啲驕傲啊，就會令到我哋唔潔淨啦嚇。OK， 咁呢度神嘅意思就係要，亦都用呢個人嘅糞便嚟到象徵住呢個猶大國嘅人、以色列嘅人喺將來佢哋都會面對好多不潔淨嘅食物嚇。咁當然分散咗世界各地嘅時間，咁佢哋都好難，因為佢哋都唔係願意去順服神嘅啦。咁去到一啲可以更加唔順服神嘅地方，佢哋更加唔順服神啦，就係而家嗰個以色列人嘅境況啦。咁第14節，我說主耶和華我素來未曾被沾污，從幼年到如今沒有吃過治死的或被野獸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咁即係以西結嘅意思係，我由細到大都守住聖經裏邊嘅律法，喺飲食上邊我冇嚟到得罪神你喎。點解神你要叫我要用人嘅糞便嚟到整食物呢？問題15節，於是他對我說：看啦，我給你牛糞代替人糞，你要將你的餅烤在其上。所以跟住神就改變咗，用牛嘅糞便代替啦，唔使用人嘅糞便嚟到煮啊。咁牛嘅糞便大家都知道都可以煮嘢食㗎啦。咁牛嘅糞便應該就冇人嘅糞便咁臭，因為冇即係如果你唔食肉嘅話，大家相信啲植物嘅糞便都即係嗰個發酵嘅過程係冇咁多呢啲嘅難聞嘅氣味啊，冇咁多毒素啦，相信都係啦。OK， 咁神所以其實神亦都聽我哋禱告，神亦都可以同我哋去有溝通。所以神同以西結溝通完之後咧，接納咗以西結嘅，你都明白以西結個難處。其實以西結都冇特別要求呢個經文所講啊。不過跟住神即係話：好啦，你用牛嘅糞便代替人嘅糞便啦。咁第16節。他又對我說：人子我必在耶路撒冷截斷他們的杖，就是斷絕他們的糧。他們吃餅要按份量，憂慮而吃，喝水也要按劑子，驚惶而喝，使他們缺糧缺水，彼此驚惶，因自己的罪孽消滅。咁呢個就係神呢個他對我說，因為我就係以西結，他就係耶和華神啦。咁基本上呢個係再次一個預言。咁亦都按常理好簡單咧，耶路撒冷被巴比倫嘅軍隊圍困嘅時間，耶路撒冷係有水經過嘅嚇。咁你見到有個耶穌基督嘅時間都有講有水池嚇。咁你講有一個人係有啲人相傳某個水池就有天使嚟到整到啲水，咁啲人就落去沖個涼就好翻咁。大家都知有水池啦。咁所以耶路撒冷本身係雖然係一個相對高嘅地方，我印象之中我都冇印象啦，即係總之都係超過1-2千尺以上嘅一個高原地方嚟啦嚇。或者唔係高得好緊要，即係未至於好似西藏嗰啲咁高。咁但係應該好似係幾千，即係好似係4-5千尺咁高㗎啦，即係唔會令到你有高山症，但係都有高原嘅地方，但係有水經過嘅。咁耶路撒冷好明顯係一個城市，有城牆圍住嘅。咁當巴比倫圍困佢哋嘅時間，咁可以因為啲水都係喺個城出邊嘅一啲嘅小溪河流入去嘅。咁你截咗啲水咧，咁啲水就入唔到去啦。除咁用井水咧，井水當然係有呢個嘅不足嘅地方啦。耶路撒冷當時嘅人口，我相信未必係好少啦。我冇個數字喺手上邊啦。咁但係其他嘅食物，可能肉類穀物咁就要食剩翻嘅喺個城裏邊嘅啦。咁所以呢度神俾佢哋嘅預言其實都係好預測得到嘅。喺戰爭當中，耶路撒冷被圍困嘅時間咁我哋當然係缺水缺糧，亦都係佢哋要面對嘅事啦。OK， 咁呢個第4章我哋就睇到神用一個方法嚟到去叫以西結經歷，但係同樣係預表住以色列人嘅罪，同埋神點樣去審判呢個猶大國審判耶路撒冷都幾特別呢個經文裏邊所講嘅事咁所以神
所以好多人話啊，神冇做新事嘅神，其實神喺好多嘅啟示裏邊都係好有一個創造能力啊，俾我哋有啲嘅你話驚喜又好，你話驚惶都好啊，即係神嘅表達方式係好多新嘅方法嘅。OK， 咁我哋都睇下第5章有幾多先。第5章都係有啲時間，睇唔睇第5章？都係冇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先講第5章後，因為唔想太過急啊。OK， 咁我哋今日完成咗呢個以西結書第4章，下個禮拜我哋繼續啊。咁完成之前，我哋一齊有個禱告啦。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俾我哋有你自己聖經裏邊嘅話語嚟到俾我哋提醒，我哋願意都為神你作工。神你差派我哋當中有人做先知，有人當中做使徒，有人當中做教師，有人當中做傳福音嘅我哋都願意咁樣被神你所使用。求神都俾我哋呢份嘅信心。你都知道而家呢個世界面對緊審判，亦都係顯出神你自己嘅公義嘅。因為世人都得罪咗神你，呢個世界都喺好多嘅污穢罪孽背叛神你嘅狀態當中。所以求神你嘅憐憫，你嘅恩惠喺你嘅子民嘅裏邊，俾我哋有信心保守我哋所做嘅一切，都係榮耀神你自己嘅名。俾我哋同樣都愛我哋身邊嘅失喪靈魂，俾我哋又有呢個嘅角色去將神你叫人得救嘅福音嚟到傳俾佢哋。願意耶穌基督你快來，願意你保守我哋眾人嘅靈與魂與身體都喺你自己嘅裏面。我哋感謝你，我哋嘅祈禱係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嘅名。